可以吧？重吗？几斤？只有6、7斤。 Yeah.
看了的话。
拉大步了前面，慢慢打高点，不进了。
了出去。
Jari ko ka chona sen ta sen ba le
好，社区打了招呼，9点必须结束哈，谢谢大家理解，明天再来，明天再来。要点。小李，你可不可以嘛？前5吗？西面桥。这边嘛。他不晓得去西面桥吗？前5。哎，那个吴军。好像有个。去西面桥吧。去吧。去西面桥吗？是我。去西面桥。这中间就是。
华广场。是这儿一个啥子家居城那儿是水泥桥那儿的，那儿楼上都是写字间，早就整了。这边就是县桥，天宫吧，不知道。9点钟，他那块去青梅桥了。哎。哦，搞忘了，我车都没开了嘛。而且现在行都搞忘了，你们打车过来。哎，搞忘了，我去是去取车。去过去，但是都搞不赢了嘛。啊。9点半就来了。对。9点半直接去天宫。他们啥都跑去了过去，哎，不近的。走往青他们也不去，往青和后来魏公子他们都不去。他现在又生了，他们说不定会在那儿就耍。去吃萝卜那边，吃萝卜那边。他们有可能拉错，有可能到青阳宫去。你看我们看不起他们老是打电嘛，9点钟。走了嘛？哎，老司机。他要去青阳宫的，老郑要去，他跑得最快，他跑得最快的。我说嘛，他那儿就走了，那天一条那儿就走了。那是说明在青那儿靠，可能明月嘛，是要高的靠。青梅桥嘛。还有一点春熙路的街景，看一下晚上的春熙路。临时广场，这个是镇西酒店关了，50，这是关了，这是关去了。那什么中关？对，就在观赏红花，哈哈哈！哎呀，走了，直接回家了。今天我抽限时，抽的限时。问什么嘛？不是几天？走。那边就是IRS 5楼，你看一下熊猫看这儿，人家排队。我要去看一下 DJI 的那个 X2，他昨天发布了那个运动相机，第4代那个，还有一个无人机 DJI Air3，那个我之前买了之后用了一段时间就卖掉了。这要曝光增亮一点。吃完饭抽一根，然后吃完。
前几天不像大学生了，有点说上班的，打工人。你咋重视的发故乡嘛，去那个方向呢，那边没法转的，全是步行街。你就看上面看一下，上面看那个顶楼。要不？要不？站在那里，直接站在那里。啊，这个老快了。那个嘛。后头他就说的是。
No. Over here.记好了。今天就不去了，今天二中考，就请上工。今天我车限行没去。走吧，我们去那边去地下室。买杯水吧，太古里有点高，没事儿。拍一下那个，他们也在拍，我也拍一下。这边人山人海的。啊，不得给你按30挂。下头你往那么远跑成干啥去了？你在路下农民会人多着了，经济会太多了。开过去的开熊猫呀。不会这样子，不会。我在这里面转了3转，你3转你不找我，你光反正不打电话，打着肩膀。这个人下来了，下去。
六千。出来了吗？出来了。好可怕。去哪里啊？那边走，那边去下。往那边走吧。那边吧，这些都是高档的，那边买不了。他们不买东西。哦，过来。是看感受太古语吗？你跟超超这种弯下球，樱桃会员喝热热。山药这些都不用试，然后多喝点酒。然后红叶桃，啊，我这边很近。他拿水不完，一点是我的。来来来。这是我的，我快喝完了，啥都没有，那是和宁月的，这是你哥的，这是你的，啊，你喝吧。还有小块钱吗？多少熊猫啊40块。它是一个曲线皮，折叠，90度的一个平面。
南瓜，好吃。你知道不是那个韩国有3块那个没有了。咁死佢啦！
在绿灯时出的马路啊？交通法是怎么学的？这本给谁考的？人家你上来了哦，就在那里。背身吗？翻一下背身吗？翻一下背身。背什么？你在背什么？没背过吗？为啥？啊？这个吧。我也黑了，等下告诉我，谁配的？单卡打过了啊。电脑给他，他
太多人了，人上瘾了。去买杯奶茶，我去买杯水。我今天没开车，所以就有时间，所以就睡比较早，车了1个小时。哎，你好，我问一下，这个的话跟我们一起去，还会再养吗？我不是。几分钟一次。几分钟一次。我剪给你，现给你。对，好的。几分钟一次。它是成都应该是1.8贴底，知名度最高的。然后现在3.1的这段时间播的那个熊猫，前段时间播的是科幻的那个，就随时在变。没有，要切的，要看前面有没有。有新的要，我们可以在这里。夏老师，好了，切。这叫前面全是卖那个奶茶、咖啡、特产的那种，这全是小的店面，小的店面。3毛钱，1包。我比较喜欢喝那个蜀炒天茶，成都本地的。买一杯呢？我就问一下他们的那个这家店的。走。这边拿茶的。那就先要一个那个吧。那个姐姐，买了一个茶。俺这个是不啊，那口水快到10点半。我给他喊你按时去这个，他一边过了天拿下到清新路的。大杯水呀，大杯什么了？都从前面的老了。你怎么？来这个这个啥？哎，3杯双人的。3杯中杯的话，3杯的，小杯。给我来一杯那个，给我来一杯那个蓝杯有没有？我也都对着了。改一下吧，2杯那个高粱茶，一般晚早1杯。